同齐来关心环境，即马全球暖化状况是愈来愈害，低氮级嘅冰川扬起速度嘛愈来愈紧，这是影响真侪动植物抑个海洋生物的成长。即马亲像德州东南部的蚵仔，产量嘛愈来愈少啊，剩无10年前的1/3。这青蚵仔搁水搁大粒，看起来就足好食。目前当时美国德州东南部墨西哥湾沿岸的青蚵仔采收季，不过最近当地青蚵仔的产量是愈来愈少。阿龙海讲，这是41年来上差的收成。What can I tell you? I can tell you maybe it's good, but it's not. It's it's getting worse every year. It just the product is not here. It just it's pretty poor fishing. 根据统计，2000年到2003年，德州的墨西哥湾区特点钟会当采收730个青蚵仔，但是10年后，敢若剩220个，无到过去的1/3。专家讲，青蚵仔产量降的原因，主要是和海水的咸度有关系。We see both drought and rainfall negatively affecting oyster reefs. So oysters kind of like a moderate salinity. They like not too much rain, but not too much drought. 但偏偏即摆气候是愈来愈无稳定。专家讲，德州连续2年热天是拢可旱，造成墨西哥湾的海水变咸，青蚵仔较会破边，产量自然嘛无啥好。正正伫2017年的时阵有风台，海水的环境同款是对青蚵仔生存无好。科学家估计伫极端天候和过度采收的相中打击，85%的蚵仔大群已经无去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